人相學喺華人世界裏普及之廣，更勝於數學與科學。隨便喺街上走行，都唔難聽到旁人在論商。一個手執牛刀大半輩子嘅，會同你講骨骼粗獷嘅人係天生乾粗活嘅命；喺市集幹買賣嘅，會同你講只逢間有罅隙嘅手都係注定要漏財嘅；喺公園日夜同人下棋，對弈嘅會同你講額擲頭尖者都係遇弩之輩。古今名上師都鼓勵大家多學習一啲上學作識人之用，好讓我哋能夠以貌取人，相信此技傍身能被損友取良朋，認為可以一生受用。呢種諗法滲入民間已久，此類街頭野戰式嘅上學遍於各階層，連拿耙子比拿筆子穩妥嘅農民都知道耳朵垂珠係福氣嘅表現，眼目斜視係心虛作賊嘅反應，認定有諸內必迎諸外。無數人更奉呢啲江湖上學、現代心理學為金科玉律，長年細思苦研，以記喺現今商場交際中百戰不殆。但有幾多人能夠將上學應用自如？喺上學界名聲顯赫、高徒滿門，著作以百萬字計嘅上學大師，亦曾經因入室門生嘅反逆而致名聲大損，逼令其不得不公開斷絕師徒關係，以保自身鏗鏘。大師上人尚且如此，我等不學之士，何以能憑丁點上學知識遊走於胡狼之世？孫子早已警醒世人：虛則實之，實則虛之。真正嘅騙術高手，必然眼正神定。嗰啲讀心術嘅書，除咗讓你知道騙子嘅外在行為外，亦都讓騙子知道如何更合理地令你受騙。觀乎世界各國嘅政治領導層、富翁明星嘅面相，鼻高嘅有，鼻扁嘅亦有；唇厚嘅有，唇薄嘅亦有；眼大嘅有，眼細嘅亦有；拳前得嘅有，拳橫得嘅亦有；耳珠肥厚嘅有，無耳珠嘅亦有；額頭高廣嘅有，額頭低窄嘅亦有；身形肥胖嘅有，身形瘦削嘅亦有。其實咩奇形怪狀都會有。上書所舉嘅例子，都只從端正而互歪斜，且多為單一部位嘅探討，最多亦都離唔開兩個部位嘅互動，如眉與眼、鼻與顴、耳與額、唇與齒。好少有多部位同時連動嘅論述，有如九陽混流法嘅闡釋更少之又少。紙上單一部位，無異於八字嘅單處論命、斗數嘅單宮論命、懸空飛星嘅單宮論澤。甲人日好好，太陽坐字宮好好，向星八白開門好好，鼻高好好。雖然基礎係憑咁樣一沙一石去建構，但如果你將此入門嘅初階視之為以達塔頂去悲藝眾生，你碰灰嘅地方一定唔止鼻子嗰部分。另外非常有趣嘅係，坊間上書所舉嘅真實例子都極其偏狹，不斷嚟去重複嗰幾位人物，話爾朱就攞鄭丹瑞作例，到額時就必然提到李嘉誠，談及鼻梁時鄧蓮如幾可，肯定為模範之選。好似世間嘅福分都要盡歸於部位形相顯露之人嘅身上。我哋唔需要聰明，其實我哋只要稍為理性，都會知道無論富或者貴，世界上有過之而無不及者，都大有人在。常認之有所不逮，唔係忽視神器嘅官類，係因為大師們未能夠摸透全體形與形之間嘅加成消長。再到機體嚟，俗世間上形嘅意義於識己，更甚於識人。天生眼大嘅係要警惕你自己，要小心同人交往；天生鼻高嘅係要警惕你自己，莫過分自信；天生唇厚嘅係要警惕你自己，別過分感情用事；天生耳大嘅係要警惕你自己，別恃住身體好而放肆；天生眉清嘅係要警惕你自己，時刻要抱正道而行。